好，老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呢是要炸这个蔬菜哈。那一般我们餐厅都会写炸野菜，因为这个野菜2个字给人感觉就是很养生。对呀。哦，所以一般现在餐厅的食谱都会写野菜炸物。对。好，那这个野菜今天呢，老师用到的比较特殊的食材是这个山茼蒿。对，这个山茼蒿，还有茄子，生香菇。OK， 好，那我们先来调面糊，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一样是用那个中筋面粉，加水。我们水一样是分次的加，因为我们还要再加蛋哈。对。然后我们今天加一点点盐巴，不然这个面糊本身没有味道哈。再加糖，糖要加多一点。可是糖加多一点不是很容易焦吗？我们就是要它焦，是这样吗？没有，我们加多一点的量，没有到那个量，没有到那么多，所以不会焦，不会黑哈。OK。对。来打一颗鸡蛋。我们打鸡蛋要先打到小碗里面，检查一下有没有坏掉，没有坏掉再倒进去，不要直接倒进去。如果直接倒进去，如果说蛋是坏掉的话，这一锅面糊就没有用了。像我知道日式炸物哈，他们的面糊都很稀耶。对啊，都很稀，就是薄薄的在一层的。尤其是像我日式炸物里面最爱吃的就是炸那个绿色的紫苏叶，就是那紫苏叶。紫苏叶啊。那个香气很香嘛，哈，它那个炸的方法就蛮特别的，它不是整个，它只有一面，它炸一面而已，对，对，就只有炸一面而已，然后薄薄的这样，哇，真的很好吃。因为它炸一面，上面没有炸，还可以看得到它是什么东西。如果2边都沾的话，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你就以为一片像饼干一样，对不对？那因为紫苏的叶子特别漂亮嘛，哈，它都有锯齿状，对，所以说就是只有沾一面的面糊，然后上面保持的绿色哦，然后这样子让它炸。老师，有些蔬菜在炸之前是不是要先处理过？就是所谓的像我们炸芋头啊，是不是要先蒸过？炸芋头不要蒸，因为蒸过熟了你会不好拿，夹不起来，要生的去炸。好，面糊调好，最重要的面糊是要加一个东西，就是油，沙拉油。哇，老师怎么加这么多？要差不多2汤匙的量，因为沙拉油加多炸下去，它面糊才会酥。如果没有加沙拉油，炸下去面糊是变硬的。哦，哇，这个是小撇步啦，对，而且还加这么多，不是加几滴油而已。要加量，要加稍微多一点。那这也要静置吗？这个不用，这个调好直接现炸。这个要调稍微稀一点，不能太浓，太浓沾下去整个全部都是那个面糊。因为我们今天是炸这3种蔬菜哈，像这一种的是叶类的，要先炸。我还以为叶类是最后炸。因为这个油温不能太高，所以叶类的要先下去炸。哦，反正炸好之后也不用再怕它会变色了嘛，哈。对。老师，那我们在炸这种野菜的时候啊，是不是在炸绿色部分的话，要选那个叶子水分少一点，然后颜色深一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嘞，只要是绿色的都可以炸，都可以炸。但是水分尽量挑干一点的，因为你要炸的东西，你有油锅里面有水的话会爆。所以老师今天选的是这个野茼蒿，就是山茼蒿啦哈。对，其实跟那个茼蒿的味道是一样，只是这个形状不一样而已。我比较喜欢它这个形状，因为这形状比较漂亮。像很多野菜哈，都可以吃，但是呢，你如果不了解它的属性，真的千万不要乱摘，尤其是蕨类。对，那有些觉得很毒。很毒，还有菇类。不要以为一下雨哇，那个到处都是菇哦，就把它拔回家了，然后来变成炸物了。很多野菇很营养，没有错，但是并不是每一种野菇都是松露哦。对，每一种可能有些很多都是毒菇哎。对啊。好，仔细看哦，老师在炸这个香菇的时候，也是像我刚刚讲的，像紫苏一样哈。对，一样就沾一面而已。而且你千万不要把有花的一面呢，不小心沾了面糊了。沾了面糊，那个花就看不到了。那么香菇面糊只要沾底下这一边就好了。
要炸这个要有耐心，要慢慢炸，不能开太大火。那我们今天茄子，我们切片哈。哦，老师切的这个茄子也超漂亮，像一个扇子啊。就是说，在切的时候呢，尽量切薄，但是呢，上端呢是不切断的，然后稍微把它压一下，压一下，好。然后有注意到哦，老师也是一样哦，紫色的部分，你要呈现漂亮的那一面呢，都不要沾面糊。然后呢，皮不朝下。哎，真的颜色很紫哎。好，整个定型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翻面炸一下。老师，我们这个香菇哈，是不是买回来？因为我们是炸，这个温度都拉到180、200度，就不要洗它了。因为洗了就很吸水，那怎么炸呢？对，香菇不能洗，洗了它会吸水，而且会变软，所以就不要洗。对，很多人说这样子不卫生，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香菇都是那个椴木香菇，那个都没有污染的。对，都几乎都完全没有污染，顶多你说会有一点灰尘嘛，也还好，因为它都是温室栽培嘛，对不对？现在炸熟了，现在就是开大火把它抢酥炸酥就可以了。好，那我现在先来摆盘。好，老师在排这个茼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它外皮呢很酥脆的这个声音哦。啊，老师今天挑的青菜都是我非常喜欢吃的哦。有人不吃茄子，但是茄子它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哦。好，我们自己来炸呢，油的品质我们可以控制。那蔬菜的种类呢，我们也可以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做会辛苦一点，但是呢，乐趣其实也非常的多哈。好，那看老师做菜啊，很享受，因为老师他就是很慢条斯理哦，不温不火。当然我相信他的学生一定可以感受到老师呢对料理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爱啦哈。